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原則上咧就唔反對呢一個車南下嘅安排啦。不過真係要做到好似局長講啦，第一就要確保安全，第二咧就真係要避免對我哋香港本身嘅道路嘅容量啊，或者停車場嘅設施咧造成一啲大嘅壓力。我有幾個問題啦。咁第一個咧就文件嘅第5段嗰度就提到日後咧就可能會同粵方嗰邊咧去商討有序地去增加個名額。我想問下，我哋本身有冇評估過，我哋最多大概喺香港咁樣嘅道路同本身嘅車輛嘅咁樣嘅前提下呢，最多大概可以去到幾多架到呢？同埋有冇一個我哋心目中有冇一個大概嘅時間表呢？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其實市民都擔心嘅，內地啲司機嚟到呢，因為左右睇嘅問題呢，嚟到轉彎啊嗰啲都可能會有一啲唔係咁適應嘅。有冇考慮過呢？對呢啲司機啊，如果你係新牌嘅嚟到啱啱轉香港車牌呢，會唔會俾一個簡單嘅筆試俾佢哋？喂，等等明白下香港一啲好基本嘅嘢，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最大特點就係車多路窄。我哋啲車道好多啲車道都比內地會窄啲嘅。咁呢種情況，你會唔會俾一個簡單嘅考試佢呢？或者你會唔會有一個限制？你轉咗香港車牌之後，你最少1年或者3年，你先可以登記呢一個車南下。呢個第二個問題。咁第三個呢，文件第5段。第53段嗰度提到咧，會去鼓勵啲發展商同埋啲營辦商咧，去對一啲停車場嘅設施去做一啲嘅提升啦。譬如話免足入閘啊，支付工具用嗰啲電子支付適應內地電子工具啊。咁同埋咧，總之提升嗰個設施啦嚇。咁但係事實上以我嘅考慮咧，因為好多停車場佢根本都唔會諗到因應你逆車南下要有好多嘅客入嚟啊！你一共得100架，全香港得300架每日啊！你有咩措施去鼓勵佢哋啲停車場去做呢一啲嘅設備嘅提升？呢個第二個。第三個問題咧，就係當呢啲司機或者車輛喺香港違例嘅時候咧，我哋會唔會有一個俾佢哋支付罰款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個便利嘅支付工具，等佢哋好便利咁掃一掃就可以支付到嗰個罰款？或者我架車離境之前，我哋會唔會 check 到佢有冇支付過罰款？未交罰款嘅係唔就唔准離境？有冇呢一方面嘅考慮同安排？多謝主席。好，局長基本上4個問題添嘅。好啊嚇。多謝小松議員嘅。我相信呢，我哋去制定個名額嘅時候呢，我哋都係要一路咧累積個經驗嘅。我哋亦都唔可以淨係單憑睇道路嘅承載力，好科學化咁樣咧去計算一個數目。反為我覺得最緊要嘅呢，就係要提供資訊，同埋會有一個嘅旅遊景點嘅導向。所以我哋而家正係積極咧，同有幾個大嘅一啲協會同埋商會咧去傾咧，包括酒店業主聯會啦，另外係餐飲業協會啊、展覽嗰方面咧嘅一啲嘅商會咧，我哋都有積極同佢哋傾。正咧，我哋就係希望咧係能夠俾呢啲粵車佢哋嘅內地嘅居民咧，佢哋能夠接收到一啲資訊咧，就係邊一度地方咧係能夠接待到。可以容納到佢哋咧泊車，而佢哋泊車嘅啲設施咧，亦都有佢哋方便嘅所謂有幾種嘅配套嘅措施。第二咧，我就剛才回答議員提問嘅時候，就係陳沛良議員提嘅時候，就我諗個資訊發放相當緊要，即係話如果我哋能夠譬如喺一啲Apps 嗰度啦，能夠已經可以提供到邊一啲嘅停車場係可以容納到，亦都係可以有一啲配套措施方便咧，呢個咧，我相信佢哋揸得架車落嚟咧，都唔會嘥咗個時間喺個市區去周圍去揾位，而係真係想盡量快啲泊低架車，而係去進行佢哋旅遊嘅一啲嘅行程嘅。想講一講咧，就係我哋而家亦都有喺文件裏邊咧，我哋都有特別夾附咧，就係將我哋香港而家嘅道路安全同埋一啲標示同埋一啲要求嘅標準咧，同內地嘅標準咧，都作咗一個一覽表嘅一個比較表，係想
更加深入淺出、更方便咁樣咧，令到內地嘅居民佢哋一睇嘅時候咧係一目了然啦。咁所以咧，我會覺得雖然可能係有左右軚之分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過去睇到一啲涉及意外率嘅數字咧，左軚汽車涉及意外率嘅嗰個嘅水平咧，係遠遠低過我哋喺香港整體嘅嗰個涉及汽車嘅意外率嘅。最後喺違例嘅時候點樣跟進呢？呢啲車呢，其實等同喺香港嘅車無疑嘅，都係要咧根據香港嘅法例。而喺如果涉及咗一啲交通違例嘅安排而要付款嘅時候呢，我哋都會提供翻俾佢哋一啲咧係電子支付嘅渠道啦。而喺管理辦法之中呢，亦都定明咗呢，如果佢哋係違法之後呢，我哋同廣東嗰方面粵方呢，係有個系統嗰度呢，能夠係掌握到司機同埋個車嘅數據，從而方便我哋跟進。好，下一位請盧偉國議員。我補充一句，佢可唔可以翻到去？如果佢未交罰款，架車翻唔翻到去？我哋會視乎個具體情況啦，盡量我哋如果喺香港可以即時處理，我哋會。但係如果有一啲車真係翻咗去內地呢，其實我哋都可以追蹤翻，同埋係能夠呢喺日後，譬如如果佢哋要再申請嘅時候呢，我哋都有咗一個註明喺度呢，可能會暫停佢嗰個日後再申請嘅資格嘅。多謝主席。好。